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囡仔明星糖糖，大家应该拢有印象。伫80年代真活跳，尤其是迄支果糖的广告，名声上头。去年的10月，伊甲伊的翁婿骑奥多麦相载，伫咧停红灯的时阵，互货车为后壁甲追撞，糖糖来往生，伊的翁婿受重伤。这个代志嘛已经过1年了，伊的妈妈也是真伤心，因为糖糖过身了后，伫伊的健康检查报告发现伊疑似已经有心啦，也就是讲，这场的车祸真有可能是一尸两命。更加互人气愤的是，这个驾驶弄死人，根本就无迄个诚意要来赔偿。 2020年10月，伫新北市的新庄阿某骑车相载，豪车弄到阿某一死一伤，拄着死劫的太太就是当青糖糖。这才是我们的果糖。不管是拍广告，还是节目表演，表现拢真大方。伊本名叫蔡阿珍，除了有欢喜以外，综艺节目甲广告拢有伊的身影。伫80年代，因讲是起起伏伏拢捌伊，后来退出演艺界做上班族。 想不到，跟先生出门，因为一场车祸煞无命，因先生嘛就重伤。她的未来，我的依靠全没了，肚子里还怀着刚怀孕，然后她老公也是半残，法官判下来只判6个月，难道人的命这么不值吗？叫我们怎么可以接受1年过去啊。 这个做老母的议员真伤心，因为意外发生进前1个月，糖糖的健检报告有红字，讲敢若有心，当时的亲人也唔知影，有几摆协调。 吊水驾驶本来讲要赔，后来佫变卦。肇事那天是要去医院做检查，有这个状况，为什么你要选择开车出门？我开刀啊，刚从医院出院而已啊。坦白讲，我没钱还他啊。 家属指控吊水驾驶，连咪讲当下失灵，连咪讲心中会痛无爽快，要赔偌济一直超袂好势。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驾驶6个月徒刑，会使换罚金18万。家属已经请律师要提起上诉，讨回公道。